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Table 鵬仔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期嘅節目啊！最近咧好多香港街坊問翻 Table 啊，有冇啲近關口啊、性價比高嘅樓盤推薦啊？咁今期咧就推薦翻一個近珠海關口、價錢筍嘅樓盤俾大家，叫做中澳春城啊！咁中澳春城係由中山本土嘅中澳集團開發嘅，已經開發咗非常多嘅項目啦，有24年嘅一個歷史啊！嗱，同埋咧佢嘅屋苑咧品質咧得到好多本地客嘅認可，同埋香港客嘅認可嘅。咁首先我哋講翻呢個屋苑嘅缺點啦。咁中澳春城咧位於中山嘅南部片區，屬於中山嘅一個鎮區嚟嘅坦洲鎮。嗱，市貌咧就冇隔離珠海咁靚仔嘅，同埋咧中澳春城嗰個樓盤門口咧，一個高峰期啊，多少都會有些少塞車嘅，咁呢個就係佢嘅缺點啦。嗱，再講翻優點啦，咁呢個樓盤咧就位於中山嘅南部。嗱，過去珠海嘅劃發商都僅需5分鐘嘅，10分鐘去到人工島，非常之便利㗎。同埋咧，屋苑門口就自帶香港直通巴，每日8個班次翻到香港嘅太子旺角，非常便利嘅一個交通。嗱，同埋咧，園林咧綠化咧非常之好嘅，樓間距闊，有個超過100米嘅。嗱，成個新加坡園林設計。嗱，仲有一點咧就係屋苑嘅一個戶型設計非常多嘅，有2房到4房。依家最熱門嘅2房，總價咧係90零萬就可以買到啦。嗱，3房咧100萬出頭就可以攞低啦，帶全屋嘅一個精裝。嗱，同埋咧，依家咧活動咧送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。嗱，車位咧過到現場都有得傾㗎。第三咧講翻呢個價錢啦，就係珠海嘅1/3。嗱，近期咧都有2個香港明星買翻呢個屋苑㗎，所以話咧呢個樓盤目前咧非常之火爆嘅，嗱，價錢亦都非常之筍嘅。咁中意近關口、價錢筍嘅屋苑嘅街坊們可以揾翻 Table 帶你過嚟現場執翻間靚單位啊！